好，来继续来看第三核能发电厂17号停机除役，台湾正式来进入到非核家园。不过，民众党团提出第三核能发电厂重新运作的公投案，拿白联手，这个公投案第一章通过了，刷落来就是送中选会办理公投。不过，核能安全委员会主委陈明真讲，这个核电要重新来运作，有一定的行政程序，要先修订相关的处罚，上届无嘛要4个月才会当完成。发言还有4秒钟，请大家忍耐一下好吗？请继续发言。贵界主持特殊立院院长韩国瑜是真无奈，议会调解高峰激烈，因为民众党团提案中科核3的公投，伫咧拿白人数的优势之下，强势通过。主提案人张启凯甲民进党立委区议员口甲不断为议场内援到外口，表决过程，民进党团嘛出招，提出散会动议，用透露长的发言来演陈议事定数，不过也是无效。公投通过了后一步照规定爱上中选会办理，不过核安会表示，内部有审议，然后我们要公告2个月，然后还做完必要的行政程序。大概要4个月。搁在启动的时点，讲甲真保留，尤其外界嘛关注核废料的问题。重启后，我们要有3大条件：第一，核废料可以得到处理；第3，有社会共识。核废料的事情呢，是由台电要处理的事情。不过，国民党转述外交官杂志的讲法，大标题写讲台湾替家己制造的致命弱点就是淘汰核电。国较点出，民进党政府无应该伫咧甲中国有冲突的时阵，放弃唯一袂当上准的能源目标。为18，台湾正式加入非核家园，拿白为核管法替核电解套，佮通过公投，要重新启动核3，这个过程是曲折多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